愿上帝稳定甲咱做伙期待。今仔日咱伫礼拜中，咱要来学了创造天父的这位救主，所以咱大先要来吟一条歌。这条歌真特别，因为是希拉雅的歌，希拉雅的曲所做，所以真特别。上时词是万淑娟，然后曲是一位菲律宾的台湾竞赛所做的，伊是仿希拉雅的曲调，所以咱来吟看下，会甲咱以往所经历的无啥共款，所以咱来听看下吼，听这个曲来。第七首，圣诗第7首。这条歌是完全本土的歌吼。来，咱来读这个歌词吼。行伫山林小路，吟诗学乐，溪水轻轻流，通拖轻声和。行伫山林小路，用心领受，主奇妙创造，河海自由。好，来吟第14看卖。行伫山林小路，吟诗学乐，溪水轻轻流，通拖轻声和。行伫山林小路，用心领受。真特别，总是这条歌音乐熟，咱得更较熟，所以咱来吟第1节就好吼。第1节，熟一开始小可较慢熟，不要紧吼。来，预备，行，预备。但是这条歌无遮慢咯吼，爱较紧熟法，所以不要紧吼。来，预备，行，预备，来。行伫山林小路，吟声学乐，溪水轻轻流，通拖轻声和。行伫山林小路，用心领受，主奇妙创造，河海自由。第1节吼，搁来预备来。行伫山林小路，吟声学乐，溪水轻轻流，通拖轻声和。行伫山林小路，用心领受，主奇妙创造，河海自由。真简单嘛，很轻快，所以这就是真标准的台湾曲啦吼。台湾曲啊，咱来读一个第2节的歌词吼，来第2节来。行伫山林小路，感谢唱歌，花蕊四界伴，乌叶同做伴。行伫山林小路，主神观看，主奇妙创造，遍地充满。来，咱来吟第2节的歌词吼。行伫山林小路，感谢唱歌，花蕊四界伴，乌叶放做伴。行伫山林小路，主神观看，主奇妙创造，遍地充满。来。多谢咱的献歌队吼，等下献歌队仔吟好大声的吼。啊来，咱来先开咱今仔日伫礼拜中，咱会有洗礼，有圣餐，所以咱来吟洗礼的第354首。
应该有真侪人有识，所以咱来吟第一集就好吼。第一集，预备来。咱人虽然歌吹出世，就像魔鬼的天际，照天的暖，着受烟花。我靠家己微微的看。好，咱再来吟这个伫圣餐的时，咱今仔日会举行圣餐，所以伫圣餐的时，咱要做伙吟这条诗歌《圣诗》第368首。预备来，想要因救主耶稣的名中下被我属道，讲我辛苦的灵爸爸，恁的基家。来照亮我。愿上帝恩典，甲咱做伙伫地，特别伫咱做伙见证上帝的恩典伫咱中间的时，请带祈祷的心伫咱中间，请咱安静咱的心。也即平安，即时礼拜时间已经到，请咱备万心来敬拜，请走到。都真侪人
踮伫咱中间，充满稳定甲真理。咱有看见伊的荣耀是天父独一的囝才有的荣耀。三个吟诗阿罗上帝，圣诗第7首，行伫山林小路，吟诗阿罗。会众请记入念全首。行伫山林小路，吟诗阿罗，溪水轻轻流，通看真声好。行伫山林小路，用心领受，做奇妙创造好爱自由。行伫山林小路，感谢唱歌，为对世界看，好条工作看。行伫山林小路，自信宽阔，主奇妙创造，遍地充满。行伫山林小路，心头轻松。朝朝花啊花，凉风微微吹。行伫山林小路，静静体会，主奇妙创造，宽容所在。行伫山林小路，恬静地路，切走不心的，就要我心机。行伫山林小路，专心仰望，主奇妙创造，万物尊重。咱犹原徛伫用使徒圣经来做咱信仰的告别。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日本着彼拉多忍耐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搁活，上天搭坐伫全能的父上帝大名，伊要伫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神。共同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赦免，肉体搁活，永远的活命。阿门。真侪。撒迦来启应，启文第64篇，禅诗是雅各书第1章。启文第64篇，我来启，请会众来应。亲爱的兄弟姊妹，唔通受欺骗。伊无改变，嘛无天体当时引起的影。亲爱的兄弟姊妹，就知。因为人的受气袂当实现上帝公义的要求，所以就消除一切拉三的习惯，甲惯犯的邪恶。就实行道理。敢若听道理无去实行的人。家己详细看，了后一个离开。毋过有得详细查考，互人得到自由，迄个完整律法，阁有得遵守的人。因为伊有实在去实行。若有人想讲家己
真虔诚，是伫欺骗家己。照顾困难中的孤儿寡妇，对被上帝看起来，咱同心来祈祷。慈悲正堂的天父上帝，你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嘛是万权能的上帝，也是掌管阮生命中掌权的上帝。也我的名应当称颂的，对即时得到永远，愿一切荣光拢归乎万权的上帝。上帝是阮的避难所，是阮的倚靠，阮的拯救，也是阮伫患难中随时的帮衬。感谢你圣灵的陪伴、管顾、甲保守，无论我伫倒落，你拢甲阮同在。你的恩典教也阮用，求你救阮脱离一切的凶恶，互阮安然来经过，享受你的平安，一块土地，互信靠你的人有永远的平安，因为你是以马内利的上帝。欢喜的心是好药，忧伤的心情互骨高达。阮着爱学习，甲一切拢交托互主，因为耶和华是阮永远的伴足。求主赏赐阮，无论什么政务，拢有一个喜乐的心。阮身体欠安，拄着病痛兄姐，求圣灵来安慰因、帮助因，扶持因，也坚固因。顺利大能的圣手，借着医生甲医药，互因脱离身体的病痛，来得到医治。今仔日是主的圣日，无论阮伫倒落，拢爱甲这个时间来分别做圣，用虔诚敬畏的心来敬拜你。阮也将今仔日讲台交托在主的手中，求主借着吴牧师来透放你我知的信息。当要开始今仔日敬拜，求圣神亲自的带领，感谢祈祷是奉主耶稣圣主名来求，阿门。三甲来看上帝的话，记载自旧约创世纪第1章第10到13节。华本圣经是第1页，现代台语译本圣经嘛是第1页，现伫我来读。第1章第1节，起头，上帝创造天甲地，地是混沌，也未成形。深渊的顶面乌乌暗暗，上帝的神运行伫水面。上帝讲：着光就光。上帝看光是好，上帝将光甲暗分开。上帝叫光做日时，叫暗做暝时。有夜远有早起，是头一日。上帝讲：这个水的中间就穹苍，将水顶下隔开。上帝就穹苍，将穹苍下面的水甲穹苍顶面的水分开，代志就安尼完成。第8节，上帝叫穹苍做天，有夜远有早起，是第2日。得上帝讲：天下面这个水就集中伫一所在，互大地出现。代志就安尼完成。上帝叫大地做地，叫集中的水做海。上帝看这最好。上帝讲：地就有食物，会结籽的菜蔬，甲会结果子，内面有籽的树，各照因的种类。代志就安尼完成。地就照种类生出食物，就是会结籽的菜蔬，甲有种子的果子树。上帝看做最好，有夜远有早起，是第3日。愿上帝赐福听伊话，搁来行的人。学老，请圣歌队预备学老诗歌是我知一切计划。
进度请吴牧师来进度。今仔进度题目是爱有光，爱有光，请。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愿上帝恩典甲咱做伙伫地。请问，对昨暝到今仔日，你过了安怎？不要紧哦，你心内底回答就好吼。毋知好啊歹，我毋知吼。总是不管安怎，当咱早起时天开目睭的时阵，咱爱开始，特别开始即工的时阵，咱来感谢上帝，感谢上帝赏赐咱的性命，感谢上帝小赐咱有喙通食，有空气通吸，感谢上帝，伊伫咱的性命中所赏赐的一切。所以因为安尼，我要邀请你，你边仔迄个人，比头前迄个人，后壁迄个人。伊讲一点仔，你要甲伊讲，分享祝福的话，所以你会当甲伊讲平安，也会当互伊一个微笑，嘛会当甲伊握手，求上帝特别扶持祝福，互咱真正有上帝性命祝福，甲咱做伙伫地。咱做伙来祈祷。感谢你赏赐阮即日，互阮伫即日内底领受你完全的祝福。主，感谢你帮赞，互阮有气力、有勇气来过刷落来的每一日。阮安尼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门。咱活伫这个世间，大多数所有的人用科学甲理性来读圣经的时代，总是假使啦用科学甲理性来读圣经，忽略了一个基本的事实，就是圣经毋是要回答现代科学的问题来写的。伫圣经中，特别是创世纪，过去的人透过这个话，只是要对咱讲，这个世界是啥物人创造的，为啥物人来做的，以及这个世界，咱活的这个世界，甲咱有啥物款的关系，这是根本问题。所以就亲像有人讲，伫这个世纪，上巧的学者叫做 Stephen Hawking， 伊有写一本册叫做《时间简史》，时间简史。伊惊描述时间，迄本册薄薄总是嘛爱开176页，安尼来描述时间，总是真歹势。创世纪第1章只有31节，并且是用时光的体裁所描述的。31节就描述了规个世界的创造，所以圣经理所当然毋是科学。近代哪来哪侪神学家认为，圣经以及用科学来观察这个宇宙的形成是两条路，完全无同款的两条路。古代的希伯来人认为，去研究人物、天地、宇宙的定律，就等于咧认识上帝的智慧。箴言第3章第19节，智慧的人是安尼讲。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上主用智慧建立地，用聪明安治天。所以咱爱知圣经甲耶稣基督是上帝伫历史中用特殊的方式，咱启示伊家己。总是科学家咧，科学家是
对上帝伫大自然的作为来进行研究甲探讨。对一个相信上帝的人来讲，这拢是伊咧启示咱的方法。无论是倒一条路，两条路无共款，总是不管是对倒一条路，当人愿意伫因的时代，突然间发现，哦，原来这是上帝的作为，上帝的创造，然后会当谦卑落来，对内底听见伊要对咱所讲的声音，然后听见了后，咱愿意去讲、去见证，这就叫做信用。因为安尼，所以创世纪是伫什么款的时代背景内底，人去讲、去见证的。当南国犹大互巴比伦遭灭，一群少年优秀的以色列人受掠去到巴比伦的时，当时每一遍巴比伦过新年，因拢会看到一出戏，这出戏就是伫巴比伦的宫殿内底演出巴比伦的创世纪。科学家伫苏美的文献，一个七底石板顶头读到这个故事。巴比伦嘛有创世纪。这创世纪是安尼讲的：太初淡水的神叫做阿普斯，甲咸水的神提尔马特结合生众神。这个生出来，这个众神，这个侪神真吵闹，所以互阿普斯感觉挡袂牢，想要规个拢来杀互死。伤惨，挡袂牢。这个神，结果想袂到这个神听着讲，伊想要杀死阮，因嘛联合起来，想要对抗阿普斯。其中有一位智慧的神，叫做埃亚，真正叫埃亚吼，真正叫埃亚。但阿普斯叫伊困去。困去了后，就来杀互死。阿普斯的某提亚马特听了后，就大受气，命令伊的将军叫做钦库，钦库就带兵要将这个正神杀互死。结果埃亚的囝叫做马杜卡，马杜卡拍败这个钦库。伊后来就将提亚马特切做两半，一半做顶面的水，一半做下面的水，然后用这个神流出来、死气流出来的火做人，这叫做巴比伦的创世纪。当时伫巴比伦的新年。因逐冬拢会演出这种神杀神的戏，用来祈求国泰民安。这敢若咱即摆看到外口这个庙咧做大戏共款吼。当时巴比伦嘛差不多安尼，总是相信即群受掠去到巴比伦的以色列人，看到这出戏，心内底一定充满疑问。阮对阮的祖先所喙内底所听到，这个世界的创造，毋是安尼啊。所以，因就伫迄款的情景内底，来重新讲起创世纪的故事。这就是今日咱所读到的创世纪。所以，因咧讲这个故事，为着要对这个巴比伦人讲。这个世界不是神拼神，人拼人，互相斗争，杀死死亡内底来造成，然后人搁较不是神受害了后，迄个祸所在。
所以因是安尼讲，创世纪第1章第1节，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起头，上帝创造天甲地。即群以色列人，因伫迄个时代，因要见证上帝起先，只有一位上帝，是伊创造天地。巴比伦有正神，总是上帝百姓要对因讲，但伫咱敬拜只有一位，叫做埃罗辛。这上帝迄个伫遮，这个名叫做埃罗辛，伊是万神的神。因为这个字是复数、复数，这字是表达上帝真悬的地位，悬过其他神明的权威甲荣耀。所以伫伊的创造内底，咱看无战争甲死亡，毋是透过混乱甲对立来产生甲创造。伫伊的创造内底，有顺序，有水。有美丽，有尊贵甲荣耀。创世纪第1章第2节，伊咧讲这个创造是安怎来？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地是混沌，也未成形，深渊的顶面乌乌暗暗，上帝神运行伫水面。伫上帝开始创造进前，是一北混沌的景象，就亲像有一片乌暗咧加滚，无边看无，迄个一直延伸的大水，然后呢，有一项代志发生，这个上帝的神，其实会当翻译做上帝的风。是若搁较建议讲，咱会当啦读做有极大的风，就吹伫运行伫迄个水面。创世纪第1章第3节安尼讲，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上帝讲：有光，就有光。上帝的百姓个别讲，只管上帝展开第一个行动。伊只需要讲话，所以就亲像诗人安尼吟唱。诗人诗篇33篇第9节是安尼讲，做伙来读这段经节来。伊一个讲，宇宙就出现；伊一个命令，万物就形成。伫上主讲话时，这个世界受造，就创造了前所无的事物甲人，这就叫做咱生活的世界。咱的世界，这个人，上帝百姓要见证讲，是上帝迄个稳定、带能力甲奥妙为所创造的。这种创造的过程，也显出上帝甲被造的关系，因为彼此中间无需要互相压制、战斗到死。彼此的关系是啥物货？上帝甲伊受造物的关系是透放、自由、稳定，甲彼此委身的关系。创世纪第1章第4节安尼讲，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上帝看光是好，上帝将光甲暗分开，所以上帝第一个创造叫做光。上帝看伊这好，好有水甲善两个意思，所以咱来记一咯吼，水就是艺术顶头，咱看做水；善就是伦理顶头的好好。上帝伫创造了后，伊的好好欣赏伊所创造出来、所呈现这有特殊的水，并且号名。创世纪第1章第5节，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
上帝叫光做日时，叫暗做暝时，有下昏有早起，是头一日。以色列人根据这个描述，就用日落来做一天的开始，因为是啥物会伫头前？下昏，对无？咱若读到这，咱就注意着吼，有下昏，有早起，所以以色列人是用迄个日落做一天的开始。上帝话咧对咱讲，伫第一日，上帝讲爱有光。伫遮所谓的光，毋是日月星辰发出的光，是光的本体，就是本质。这其实甲当时古埃及创造的故事内底，迄个原底的光，迄款的概念真类似。伫上帝创造的第一日做光。就表示生命的源头就是光，失去光就失去生命。因为安尼，主耶稣才会对咱讲这句话。马太福音第5章第14节，做伙来读这段经节来。恁是世间的光。主耶稣毋是讲爱去做光，毋是做哦吼，是。伊是讲，恁是光，这表示基督徒的本质就爱发出光。啊，发出光毋是世界去点蜡烛哦，毋是世界去拍光吼，毋是哦。发出光的意思就是，咱伫第个所在，迄个所在就毋茫。有光的所在，当然免不了有暗。总是，亲爱兄弟姊妹，咱爱详细读这段经节。这段经节咧对咱讲，伫上帝的心内底，不管光或是暗，拢是好的哦。这段经节是安尼哦。创世纪第1章第6节到第7节，刷落去对咱安尼讲，做伙来读这段经节来。这个水的中间就有穹苍，将水顶的隔开。上帝就造穹苍，将穹苍下面的水甲穹苍顶面的水分开，代志就安尼完成。伫第2天，上帝将大水，迄个本来有混沌的水对无？将这个水就分做天顶的水甲下面的水。伫原底的和合本将穹苍翻译做空气。这个描述其实甲当时因的生活经验真相关。因认为穹苍顶头有水，所以上帝会拍开窗，然后天顶的水就会落来。形成雨水，雪就是冰雹。所以这解说了古早人的生活内底，伫日常生活中所经验到天井顶落雨，日出日落，地上泉水喷出来的遐现象。当时因认为啥物会叫穹苍？穹苍搁若一个碗，所以咱若徛伫地平线吼，咱若安尼看去到这边，所以迄个穹苍因认为穹苍搁若一个碗，就将这个放伫顶头。创世纪第1章第8节刷落去安尼讲，做伙来读这段经节来。上帝叫穹苍做天，有下昏有早起，是第2日。上帝伫第2日所做，咱通简单来讲，就是气候。因为空气，伫咱中间空气的流通，就是调节气候的变化。伫古早近东文化内底，因就根据这个描述，来将宇宙看作是三层天，迄个穹苍以上的叫做这个天。
然后地以及下骹的阴间。气候是对迄个遮的天来，然后伫中间有空气来调节雨甲日头。当时因强调上帝创造的是发生什么款的功用，并无要详细去研究，也是探讨这是安怎来。因所详细注重的，就是这有啥物内容。所以伫头两天，咱爱注意到，头两天上帝就开始时间设立气候。这个对咱讲安尼，这个人因咧见证的，过去的人咧见证，上帝百姓咧见证的，就是上帝启动时间、开始时间以及设立气候。创世纪第1章第9节到第10节，刷落去安尼讲，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上帝讲：天下面这水着集中伫一所在，互大地出现，代志就安尼完成。上帝叫大地做地，叫集中的水做海。上帝看这做好。第三天，上帝有头一个创造，我拄讲过吼，上帝创造是用讲的，所以第三天，上帝讲2句哦，咱来注意了吼。第一个创造，上帝讲地上的水爱集中伫一个所在，这嘛咧对咱讲海甲地拢有界限，所以就亲像上帝约伯安尼讲。约伯记38章第10节讲：我甲海设定界限，甲伊设门甲门窗。所以当咱的地球海水若搬过伊的界限，或是咱的地球、咱的土地搬过界限，不管是发生祖拉米迄个海啸，还是大赦，也是咱的水受到污染，这拢表示灾难咧来，性命要拄到灭绝的危机。创世纪第1章11节，刷落安尼讲，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上帝讲：地着有食物，会结籽的菜生，甲会结果子内面有籽的树，各照因的种类，代志就安尼完成。这叫做第3日的第2个创造，上帝第2句话。上帝用话来创造，伫这个创造内底，伊开始创造生物。咱通讲前3种创造是基础工程，然后对这个创造开始，上帝开始细部的工程。创世纪第1章12节，刷落去安尼讲，做伙来读这段经节来。地就照种类生出食物，就是会结籽的菜生，甲有种子的果子树。上帝看这做好。咱要知影，迄个头前是时间，透过时间，上帝表达出上帝创造是有顺序的。伫细部的工程内底，透过各照各类来表达迄个顺序加特殊。所以诗人咧对咱讲，伫上帝创造的工作内底，上要紧的就是特殊。创世纪第1章13节，咱来读上尾一节来。有下昏，有早起，是第3日。亲爱兄弟姊妹，咱伫第12节的所在读到，生物内底食物内底有种子，这就代表生命。就亲像较多我咧讲爱有光共款，迄个光代表的就是生命。
换一句话来讲，伫上帝创造所有的物件内底，一开始就包括性命。然后有当时啊，检采伫外表一时咱看袂到，总是性命就亲像种子共款，暗藏伫内底。总是有一天，伊也是活命，就会走出来，互咱看见。这叫做生命内面的光。已经过身的台湾牧师王真文，伊上时也是台湾检采是头前几位咧写宗教文学的小说家。伊捌写过一篇小说，叫做《当第一道光突破暗暝》。伫小说内底提起一个阿美族的查甫囡仔，叫做立松，甲一只麒麟鹿的对话。好，啥物会叫麒麟鹿？麒麟鹿就是长颈鹿，迄台语叫做麒麟鹿。所以，当这个查甫囡仔立松，伊搁那伫梦里拄到一只麒麟鹿，这只麒麟鹿用伊长白白的目睭温柔安尼讲，伊讲我是一只恬恬互人抬的麒麟鹿，有人将我对我的故乡掠去船顶，将我的四只脚绑起来，饲我食米，互我活地渡过大海。总是伫恁的海关，我被判决做传染病的代言者，所以我互人抬死，互人烧死，互人放袂起去。我伫海中咧等待有人记得我。我要出现伫遐记得我的人面头前，来讲一个消息。这个日相总伫梦中真好奇，就来想，就来应讲。啊，毋过我就毋捌你啊，我才会当记得你。麒麟鹿就弯伊长长的颔棍，伫日松的耳孔边安尼讲。因为你了解恬恬互人抬的感觉，因为你了解袂当转去故乡的痛苦，因为你时常互人放袂记去，你早就捌我，伸你的手来摸我的角吧。日松惊惊，就伸手去摸迄个麒麟鹿弯落来的头。伫伊的角顶头有温暖的毛。麒麟鹿安尼讲，现在我要甲你讲一个消息。明仔载，当第一道光突破暗暝，所有的痛苦要成做过去，所有的目屎拢会互人拭去。你立松爱去成做一个拭去目屎的人。亲爱兄弟姊妹，伫小说内底，真文牧师王真武牧师用一只无辜的麒麟鹿，伊无声无说去互抬，去互放袂记去，来抗议这个世界是怎样对待上帝所创造的生命。咱是安那残忍来面对上帝的创造？伊甚至将麒麟鹿的受害摕来比评做主耶稣的受害。这就哪亲像当时迄群受掠去到异乡的上帝的百姓，因开始讲起创世纪，是为着要见证。咱活地的这个世界，毋是神抬神，
人、台人的世界。因要见证，起头就是上帝创造，然后咱拢活伫伊创造的美好内底。约翰福音第8章第12节安尼讲，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耶稣佮甲众人讲：我是世间的光，缀我的人袂伫黑暗中生活，反倒有活命的光。约翰福音8章12节。所以，亲爱的兄弟姊妹，假使咱也愿意，就亲像这个查甫囡仔立爽共款，伫黑暗中勇敢伸手来望伊，甲咱的主相拄，然后检采，咱就会亲像上帝创造迄个头一日共款，见证着光。上帝光要带咱行过暗暝，伫遐咱的痛苦、咱的目屎，要互伊帮咱拭去。咱要伫遐听伊讲，爱有光，咱会受呼召，去成做迄个光，不止拭去家己的目屎，也为人拭去目屎。咱做伙来祈祷。主求你怜悯阮，你知阮实在软弱有限，总是当阮带罪来到你的面前的时，求你赦免阮，因带阮，帮助阮，互阮这个有罪的人、有限的人，会当伫阮的这个世界。阮所有的这个性命，有你的光。当阮有你的光，阮就有这个勇气去面对这个黑暗的世界。求主帮助阮，求主赦免阮，求主医治阮。阮安尼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门。这时，咱要来进行圣礼典的洗礼。伫第一部分，我要邀请咱来献开圣诗第354首。伫咧吟唱圣诗354首的第一节的时，我要邀请李水莲姐妹来到台前。所以伫咧吟唱的时阵，咱来李水莲姐妹来到台前，请咱做伙来献开圣诗第354首。请咱做伙徛起来，咱做伙徛起来，咱来吟第一节。既然我最出息，就像魔鬼有体积，交替你断要修烟花，我可家己为可团。会场请坐水莲姐妹请徛伫中就好吼，徛伫中，请徛中。对，台中。咱得的帮助是我靠耶和华的名，伊是创造天地的。亲爱兄弟姊妹，这时咱要做伙来见证李水莲姐妹伫咱中间，甲上帝中间，伫众人甲上帝中间的立约。所以这时，你要领受洗礼，就伫上帝甲众人面前告别你的信仰，来应答我这时所要问你的。这个时候你要受洗礼，因此
请你在众人跟上帝面前，如果你听见了，请你大声的回应你所听见的，并回答我待会所要问你的。你有信上帝做你的天父，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圣神做你的保惠师也无？我再用华语读一次，我相信这样你应该比较清楚。你信上帝为你的天父，耶稣基督为你的救主，圣灵为你的保惠师吗？你有诚实反悔你的罪，也信靠耶稣基督救赎的功劳也无？你是否诚心认罪悔改，并信靠耶稣基督救赎的功劳？你着我靠上帝恩典，尽力服侍伊一世人行伊的道路，尽信徒的本分。你决意要安尼行啊无？你当依靠上帝的恩典，尽力服侍他，一生行他的道路，尽信徒的本分。你愿意如此行吗？
是我要邀请咱会众来吟第二节，圣诗第354首的第二节。伫吟诗的时，我要请邱志云、刘如新伫吟第二节的时阵来到台前，所以我等者要邀请咱徛起来，好，咱赶快有一个前奏好了哈。请徛起来，咱来吟第二节就好。圣父上帝之歌稳定，永宣咱人做伊行类。圣行体咱当做歌，相信观念，甲咱感化。会众请坐。这时，徛伫咱面头前的，是因伫细汉已经受洗礼，今仔日要伫众人甲上帝面前，透过坚信礼来告别因的信仰，通受接纳有份伫主的圣餐。所以这时，我要肯定，这个时候我要劝你们告白自己的信仰。伫上帝甲众人的面前，诚实来应答我所要问的，在上帝跟众人面前诚实应答我所要问的。恁有信上帝做恁的天父，耶稣基督做恁的救主，圣神做恁的保惠师，也无？你们信上帝为你们的天父，耶稣基督为你们救主，圣灵为你们的保惠师吗？或许要大声一点，后面的人才听得见，不然就用点头的方式，没关系。如果你有听见，就勇敢的在众人面前回应。你有信，恁有诚实反悔恁的罪，也信靠耶稣基督救赎的功劳，来得到罪赦免也无？你们是否诚心认罪悔改，信靠耶稣基督救赎的功劳吗？恁着倚靠上帝恩典，尽力服侍伊，一世人行伊的道路，尽信徒的本分。恁有决意要安尼行也无？你们当倚靠上帝的恩典，尽力服侍他，一生行他的道，尽信徒的本分。你们愿意如此行吗？这时宣告，我要请众人起立。恁细汉已经受洗，即时恁家己告别家己的信仰。我倚靠教会头，咱的主耶稣基督的名，甲奉台湾基督长的教会以及桃园小会官兵，接纳恁做陪参的会员，有份伫主的道，甲新的约的稳定。即是咱做伙来祈祷。全能的上帝，你有起造你的教会伫第日。阁有应允要保守伊到落尾，愿感谢你对这个世界所施的恩典，也感谢你，互教会对接纳因来欢喜。愿感谢你，因为对因伫这会告别，求上帝帮助，互因真正接受到上帝恩典的帮助。因为因得到信仰的培养，伫生活顶头得到帮助。愿恳求你赦免因拢总的罪，因即时奉献家己予你，求你接纳因，帮助因，予因的性命日日充满上帝的能力，时时在上帝开力智慧要甲因做伙伫地，直到你永远的国内底，
阮安尼祈祷，是我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求，阿门。这时会众请坐，我要请小会员来接纳。这是咱做伙来吟圣诗354首第3节。在吟诗的时，我要特别邀请杨桂菊姐妹跟马建庭弟兄来到台前。请起立，咱做伙来吟第3节。上为天，橄榄的腰，下一首起，下咱追求，虽然心心鲜花艳艳，传到天空，愿多奉献。会众请坐。在这个时候，我要特别邀请马建庭弟兄以及杨桂菊姐妹来到台前来做信仰告白。过去他们曾经在别的教会有受过洗，因此他们愿意来归属上帝的名下，并且在众人跟上帝面前重新立约。愿上帝的恩典帮助他们，在这个立约的过程有上帝的恩典。因此，这个时候我要请你们听到我所问的问题，然后听完之后，用你们的声音来回答我。真歹势，我就直接用华语来问因。好，你们信上帝为你们的天父，耶稣基督为你们的救主，圣灵为你们的保惠师吗？我愿意。你是否诚心认罪悔改，信靠耶稣基督救赎的功劳？是。你是否愿意依靠上帝的恩典，尽力服侍他，一生行他的道，尽信徒的本分？你们愿意如此行吗？请会众起立，宣告：你们已告白你们的信仰。我奉教会的头，也是大君王我们主耶稣的名，奉台湾基督长老教会以及桃园小会的权柄，接纳你们成为陪参会员，有份于主的宴席与新约的恩典。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感谢你用这么大的恩典接纳你的儿女进入你的教会，愿你赐福在他们身上，恳求圣灵与他们同在，坚固他们的信心，以你的恩典赏赐他们，
使他们在你里面得到圣灵的充满，永远在你里面。当他们遇见试探，求主你保守他们的心，使他们在信仰上能够打那美好的一仗。求你扶持，当他们在软弱的时候，保守他们安稳在你爱中，使他们一生一世服侍你。求主保守，你知道我们都亏欠，我们都有罪，求主帮助我们归向你，从今以后成为你忠实尽责的仆人。我们这样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会众请坐，会众请坐。这时候，请谢会员来接纳。这时要请咱来献开圣诗第368首。这条歌咱要圣诗第368首，咱要吟第1节到第2节就好。咱一个吟就好吼。第2节，来，预备，来。人老康贵，感谢上帝，恭敬。
主耶稣基督的名，欢迎寄纳属以教会陪传者做伙来守主的圣餐。所听的兄弟姊妹，请听主耶稣对寄纳归愿意的人所讲稳定的话。恁寄纳着我担当担的，着就顾我要互恁安息。愿主的话安慰，甲咱做伙伫地。所听的兄弟姊妹，请听主耶稣设立圣餐的话，是照保罗所讲，因为我对主受也捌传互恁的，就是主耶稣互人卖迄暝有提饼，足声来背伊讲，这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食了后，也安尼旁杯讲，这个杯是新约，伫我的血设立的，今日啉的时着行安尼来纪念我。因为恁逐摆食这个饼、啉这个杯，是表明主的死，直到伊过来。当主耶稣互人卖迄暝有提饼足声，所以咱照伊的名、照伊的模样，大声来感谢上帝。请咱做伙来祈祷。主上帝，但愿照你命令，白色恩赦，为着要纪念你永远的祭祀，愿谦卑求你找圣神、圣别馆。也圣别者的摆伫你面前的饼甲葡萄汁，互阮接受者的对神有份伫你的身躯甲保护，对伫你恩典的帮赞，会通成做阮属灵的培养，也会成长伫你的恩典中，荣耀你圣名，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主耶稣讲，这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着行安尼来纪念我。主耶稣讲，这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着行安尼来纪念我。所听的兄弟姊妹，当咱的小会员咧为咱服侍时，咱摕着饼，还是无摕着，拢不要紧。请咱伫这个时间为着家己来祈祷，请你为自己祷告，为咱身躯顶头的病痛，为咱的欠缺。为咱的罪求主赦免，然后想起这个过去，主上帝所有伫咱生命中的恩典，当咱想到这个，咱来感谢伊。如果你想起在过去这段时间，上帝的怜悯与恩典，在我们身上发生的好事，请不要忘记感谢他。因此，这时请咱来做今仔日咱的做伙第一个祈祷。主耶稣讲，我就是活命的饼，就跟我的人决断袂枵，信我的人永远袂喙焦，就跟我的人，我决断无去杀伊。这个是基督的身躯，为着咱拍破的，咱着行安尼来纪念伊，请做伙来领受。
主耶稣讲，这个杯是新约，伫我的血色里面，今仔啉的时，就惊安尼来纪念我。这是我要邀请咱伫圣餐中来做第二个祈祷，请咱为着咱所听以及听咱的人来祈祷。我相信，这咱所听以及听咱的人，咱目睭刻刻拢会当一个一个念出因的名，甚至因的面嘛会浮伫咱的脑海内底。所以，当咱一个一个为因祈祷的时，咱求上帝会听、怜悯伊、听伊、医治伊，甲伊做伙伫地。我要邀请你在这圣餐中的第二个祷告，请你为那些爱我们以及我们爱的人祷告。这些人，我们眼睛闭上都可以念出他们的名字，记得他们的脸。求主保守，让他们在生命当中去经历上帝无比的爱。求主医治怜悯，与他们同行。主耶稣讲，我徛伫门外拍门，听见我的声来开的人，我要入去就近伊，来甲伊食，伊也甲我食。愿上帝恩典甲咱做伙伫地。这是我要请咱来将这个杯顶头的幕来拆掉。这个杯是新约，伫耶稣基督的血色里面，今仔啉的时就惊安尼来纪念伊，请做伙来领受。咱逐摆食这个饼，啉这个杯，是表扬主的死，直到伊过来。愿主耶稣基督的平安，甲咱做伙伫地，请咱做伙来祈祷。愿全心感谢无所不能的上帝，因为对你极大的疼，互阮领受你的圣餐，做培养阮灵魂真活的食物，互阮明白你疼阮、欢喜阮，知阮是真正圣囝奥标身躯的一体。是受祝福、忠实的信徒，也是你永远的国的护卫。阮的主上帝，阮谦卑恳求你，当阮搁一摆奉献本身予你的时，求你欢喜接纳阮，率用慈悲帮助阮，互阮会继续这个圣洁的交通，对答以后通严更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求，阿门。这时我要邀请咱来吟圣诗。第368首的第3节到第4节。咱一个吟就好。上帝甲人美丽信仰。白白是阮下面罪恶，凛凛的心通照亮我，甘愿下。
属恁罪过。今日耶稣的生悔改，献伊本身白白予咱。咱摕来吃，诚实来啉，欢喜救主点阮的心。这时，咱要来奉献。会众请今日来吟奉的诗。假地。这报告大先，咱来读今仔日的金句。我来读一遍，请会众来读两遍。耶稣佫甲众人讲：我是世间的光，对外的人袂伫黑暗中生活，反倒有活命的光。约翰福音8章12节，请。对外的人袂伫黑暗中生活，反倒有活命的光。8章12节，耶稣佫甲讲，我是世间的光，对外的人袂伫黑暗中生活，反倒有活命的光。福音书8章12节。
连规招募第一啊。咱7月份伫州的中职是21名长老，林富祥是第一场的，林富祥技术是第一场，黄腾义技术是华一场。咱本周甲下周7月30，咱会事方来让咱家己来看，来注意周间聚会、甲主流聚会、甲教育部的课程，请咱家己来看。节目第2咱小组的聚会，甲咱8月份家庭礼拜的聚会表，咱请家来看。7月16，咱主日奉献的名示，咱请家来看。若有毋对，请来向中职也是办公室来做更正。根据手报第3页消息报告，本主日7月3第一。咱今仔日主举行圣礼典，咱头拄仔第一场有举行洗礼式甲圣餐式，咱续来第2场嘛是有迄个要举行圣餐式，请兄姐有微信。咱今仔日洗礼名单生日说是李水莲姊妹，健身的是邱志银兄弟甲刘如新姊妹，信用个别是马建庭兄弟甲杨桂菊姊妹。第二，传道部咱第一摆圣诞节的筹备会议，咱伫中昼12点半伫701会议室来召开，咱请部员各团契的会长来出席来参加。第三，主日委会议伫中昼12点半伫9楼主任学来召开会议，并解选小会派陈建州长老来监选，请主任学的同工来出席来参加。下主日7月30，第一为新竹大专曙光纪念主日，欢迎吴奇德传道前来本会来分享正道，咱为着伊的曙光来关心大道甲奉献。第二，2024年咱中职的预选票伫中昼7月30中昼12点即止收件，请将选票投喺4楼的投票箱内底。第三，小会中职候选人的开票，第7月30第2场礼拜结束了后，伫701会议室来开票，请小会员来出席参会。第四，7月30财务部伫中昼12点半伫701会议室来召开，请部员来出席参会。第五，教育部的部会伫7月30下晡7点。伫701会议室来召开，请部员出席来参会。教会消息：第一，2023年咱台湾教会小组耀华礼拜，今年耀华礼拜采用甲去年3共的小组的方式，定于9月17到24来举行，大家会使选一日来举办。教会议员照常有主日礼拜。小组耀华礼拜的申请流程咱家己看，才有5条，请咱家己来看第二，2023年7月到9月，新安宫的读经专心信口主，欢迎到办公室来领取。具体消息，本会汪俊礼兄弟伫7月20，伫台北和信病院来安孝主怀，享年66岁，请关心大道来安慰遗族。教界的消息，第一，新竹中会上年曙光部举办秋季国内旅游3天2夜的旅行，咱时间是9月7日到9月6号。那地点甲报名甲费用咱家己来看
2023年平安7月这个音乐会的时间是8月16日下晡3点到5点，地点是桃园的展演中心，演出单位是那千人男声合唱团欢迎来索取邀请福音的朋友一同前往来听，若要提票咱向办公室来登记好来领取大岛的事项，咱为了咱教会兄弟姊妹平安健康来大岛以上报告，请牧师来介绍。我来介绍第一遍来到咱中间的人客第一位是陈荣香姐妹，伊是文贵长老的同学因做伙今仔来到咱中间，咱拍婆欢迎因伫咱中间。第一遍来到咱中间，愿上帝祝福，甲荣香姐妹做伙伫地，请坐，请坐。第二位真特别，伊是建州长老的孙因为建州长老做工所以我要特别请伊抱来头前。请来前面，请来头前一起来到前面。因为先生是天主教徒，所以咱无要直接行小仪式。不过咱因为天主教徒因有照迄个因的教会规矩所以来前面所以咱只有要为伊祈祷尔咱就为伊祈祷，请咱做伙来为伊祈祷啦来，迄个伊的名叫做约翰福瓦德啦所以要称你为 John 好 John 好，太好了来，咱做伙来祈祷。主感谢你，赏赐予你的囝儿出世伫这个家庭内底。主，阮相信，伊是上帝你所赏赐，赏赐予这个家庭，予伊不管伫倒落，上帝的听拢要甲伊做伙伫地。不管伊知影阮所讲的语言，或是毋知，主，阮相信，上帝你要祝福临到伫伊身躯顶头。主，阮将伫伊生命中，才会伴伊日日大汉的人，伊所听的人，听伊的人，拢交伫主你圣手，求上帝保护因的心神意念，也祝福伊日日大汉的时，上帝甲人对伊的欢喜拿加添，伊的成长日日拢有上帝你特别的祝福。主，愿向你献上感谢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门。那我们来读一下John， 欢迎你John， 欢迎你因有要一个中文名无啦？因无要有一个中文名啦不要紧约翰福瓦德，约翰福瓦德啦来，我们再讲一次好了，约翰福瓦德，欢迎你。欢迎你欢迎你来，咱拍婆来欢迎伊，来，小小的礼物小小的礼物，来欢迎他们。愿上帝愿上帝祝福您在伫这个家庭内底啦好啦翕了喂。好来，咱搁一遍拍婆来欢迎伊。两个提醒就好，欢迎咱来讨这个7月节的票。咱咧讨的时，我要特别邀请咱去邀请人来做伙听，好不？好请咱不只是咱听了好听了因为这个音乐节要紧的是招人来得到平安，所以咱爱招。就是招人，互咱身躯边的人会当得到平安，这是这个音乐节要紧的目的。所以请咱特别爱邀请人来听。迄个办公室的票啦，无我会搁去讨，所以不要紧尽量好不好？总是你讨了爱
有责任哦。你若无去，爱分互别人讲，叫人一定爱去哦。吼，袂当无去哦，吼，袂当无去。愿上帝祝福，甲咱做伙伫地。啊嘛，提醒团契甲小组开始备办约外礼拜后吼。祝福祈请圣诗第397首，愿主赐福保护你。会众请记得念全首，念字线，请牧师来祝祷。愿主赐福你，愿上帝恩感恩着你，也愿主必宽待你。愿主上帝常常看顾你，守护你平安。永远的上帝，你是阮开始甲结束，求你做阮的出发甲目的，伴阮今仔日所有的历程。求你用阮的手参与你的创造，用阮的人生带予别人，你赐予这世间的新生命。当愿主耶稣基督恩典、天父上帝永远的疼痛、圣神的相通，甲咱大家做伙伫地。对这时直到永世大无尽，阿门。会众请坐，祝歌。第二密度。
咱即马来行平安礼，咱请起立来互相问好。耶稣听你，我嘛听你。